当地主得作者，我吃吃啊，当地主得作者，是啊，大西苏塞作者，那之一鸡加鸡跟一还是鸡，吃一七啊掐，吃一七再加一还是七，那秋这个没有，秋吃一西啊虾，吃一西还是七修，对不对？
子音加母音，所以你看哦，日语的拼音哦都是子音加母音，有的时候是单独的一个母音，像这个是单独的母音哈。好，现在我们来那边看，好来，是啊，是啊。S S 是 A A R R K K U U L L A A R， 对不对？来，sakura，好，再来第二行，咿呀，这个什么？